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個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多人都問我嘅題目：高息 ETF 點揀？點樣先至唔會賺息蝕價？特別係最近恒生指數跌到20000點以下，好多朋友見到高息股 REITs 同高息 ETF 個息率上升到7厘、8厘甚至9厘以上，就好心動，成日私信問我而家係咪上車好時機？會唔會買咗落去就即刻蝕價好多？我今日就集中講恒生高息家族嘅幾隻最熱門 ETF， 包括3030全球第2大高股息 ETF、3110全球高息增長、3100恒生高息30，同埋新出爐嘅9171恒生高息成長，仲有好多人哭嘅3115恒生高息龍頭，一齊拆解佢哋嘅分別、伏位同埋點樣先至可以賺息之餘又盡量唔蝕價。呢篇口播稿會講足10000字左右，慢慢拆解，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最後有我個人嘅最新部署同埋避坑清單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概念，高息 ETF 同高息股唔同，佢唔係話你買咗就一定有高息落袋，因為 ETF 有價格波動，股息係按你持有嘅單位數派。如果你買貴咗，價格跌返落去，你就算收晒成年的息，都可能仲係輸錢。呢個就係大家常講嘅賺息蝕價。舉個最簡單嘅例子，假設你用100蚊買一隻 ETF， 1年後佢派8蚊息，但價格跌到90蚊，你收晒息都係輸2蚊。所以高息 ETF 嘅關鍵永遠只有一個，你買入嘅價格有幾平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問，咁點樣先知而家平定貴？我哋要睇兩個數字，第一個係股息率 Dividend Yield， 第二個係估值 PE 斜線 PB。股息率高唔代表平，估值低先至代表平。舉個最經典嘅例子，2021年尾3110同3030個息率得返4厘左右，但 P 高達20幾倍，結果2022年大跌30%，收晒息都輸大錢。而家跌到息率8厘以上 ，P 得返10倍左右，就係相對吸引嘅位置。我哋逐隻 ETF 拆解，先講最出名嘅3110，全球第2大高股息 ETF， 資產規模超過1400億港元，追蹤標普高息貴族指數，主要買美國嘅高息藍籌，例如可口可樂、強生、寶潔、IBM、Realty Income 呢啲派息超過25年甚至50年嘅公司。3110嘅好處係穩定，息率相對穩定，過去10年平均5厘左右，而且成分股好多都係消費必需同醫療，抗衰退能力強。但3110有兩個好大嘅伏位你要知，第一，佢係美元資產，港元對美元由 7.78 升到而家 7.85， 你已經無形中蝕咗接近1%的匯率。更加重要係3110嘅股息率會隨美股估值波動，2021年最低得4厘，2022年跌市上升到7厘以上，而家又回落返6厘左右。如果美股再大升，息率好快又跌返4厘，吸引力大減。第二個伏位係佢嘅成分股派息增長慢，好多貴族公司派息增長得2%至3%一年，遠遠追不上通脹，所以長期回報主要靠價格升幅，而唔係複利滾息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你買貴咗，3110可以令你等好多年都解唔到套。第二隻我想講係3030，南方東英旗下嘅恒生高股息率 ETF， 追蹤恒生高股息率指數，揀恒生綜合指數入面息率最高嘅50隻股份，資產規模超過600億，流動性極高，每日成交經常過億。3030同3110最大分別係3030係純港股，無匯率風險，派息更加頻密，一年派4次，而且成分股好多係內銀、內險、煤、油、電信呢啲傳統高息板塊。3030嘅好處係而家息率真係好高，最新公布嘅預期股息率超過5厘，歷史最高位。而且因為成分股好多係國企同中資金融 ，P 得4至5倍 ，PB 得0.6至0.7倍，係全球主要指數入面最平嘅一隻高息 ETF。簡單講，你而家買3030，
等於用半價買一籃子高息藍籌，安全邊際極高。但3030一樣有兩個致命伏位你要小心。第一，佢嘅成分股每年會重新平衡一次，會將息率跌出前50嘅剔走，再買入新嘅高息股。呢個機制導致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高息陷阱。因為好多公司係因為股價大跌，先至令到息率變高。例如某隻內銀股價跌30%，息率就由5厘變8厘，3030就會喺高位買入。結果好多時買完之後股價繼續跌，造成越跌越買，越買越跌嘅惡性循環。過去10年，3030嘅價格由最高50幾蚊跌到而家20蚊左右，跌幅超過60%。雖然收咗好多息，但總回報依然係負數。第二個伏位係3030嘅成分股質素參差，50隻入面有好多周期股、煤、油、內銀。一旦中國經濟復甦慢，呢啲股份好難重返高位，就算派高息，股價都係長期橫行，甚至慢慢落樓梯。所以3030好適合想收息嘅長線投資者，但唔適合想賺資本增值嘅朋友。講完兩隻最出名嘅，接下來講恒生自家出嘅高息 ETF 家族。第一隻係3100恒生高息30指數 ETF，2023年3月才上市，追蹤恒生高息30指數。從恒生綜合大型同中型股入面，根據預期股息率同基本面分數揀30隻最優質嘅高息股。3100同3030最大分別係佢唔係純粹睇息率高低，而係加咗質素篩選，所以避開咗好多高息陷阱股。3100嘅成分股好多都係我哋熟悉嘅優質藍籌，例如中國移動、建設銀行、比亞迪、中海油、騰訊、有時、美團、有時、中芯國際等等，平均息率維持在7厘以上，但 P 大約9至10倍，PB 1倍左右，比3030貴咗，但質素高好多。更加重要係3100嘅指數每年只換5隻左右股份，換言之持股極度穩定，唔會出現3030咁追高殺低嘅情況。3100嘅好處係性價比極高，你可以用合理嘅價格買到一籃子最優質嘅中資高息藍籌，長遠派息增長潛力大，因為好多成分股都係增派息嘅，例如中移動連續3年大增派。而且3100嘅資產規模雖然得100幾億，但每日成交都過千萬，流動性足夠散戶買賣。不過3100都有伏位，因為佢成分股只有30隻，集中度高，前10大持股佔比超過60%。如果某幾隻龍頭出事，例如內銀減派，會拖累整體表現。第二，因為佢有質素篩選，所以喺極端高息環境，例如而家，佢嘅息率永遠追不上3030，永遠低1至2個百分點，會令到一啲極度貪息嘅朋友覺得唔夠喉。第二隻恒生自家嘅係9171恒生高息成長 ETF， 今年8月才上市，追蹤一個全新指數恒生高息成長指數，從恒生綜合指數入面揀預期息率最高同時過去3年股息增長最快嘅30隻股份。簡單講，9171係高息成長嘅組合，成分股包括中國神華、中國宏橋、中煤能源、兗礦能源、中國石油、比亞迪電子、廣汽集團等等，好多都係能源同新能源相關。9171嘅最大賣點係同時有高息同派息增長，最新預期息率超過8厘，而且過去3年平均派息增長超過20%。如果中國經濟復甦，呢啲周期股既派高息，又有資本增值潛力，係進攻型收息嘅最佳選擇。但9171嘅風險都好明顯。第一，佢太新，資產規模得幾億，流動性差，買賣差價大，有時買入要歸零，5%至1%，長線持有冇問題，短線炒波好危險。第二，成分股極度集中喺能源同資源板塊，一旦油價煤價回落，或者新能源補貼減少，整體表現會好差。第三，因為要同時滿足高息高增長，成分股經常變動，穩定性比3100差。最後一隻想講係3115恒生高息龍頭指數 ETF， 今年4月上市，
追蹤恒生高息龍頭指數，從恒生指數同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入面揀12隻流動性最好、息率最高嘅藍籌。現時成分股包括中移動、工商銀行、建設銀行、中國石油、中國海洋石油、中國神華、比亞迪、中國人壽等等，平均息率高達8厘，P 得5倍，PB 得0.7倍。3115嘅好處係集中、簡單、超平，你等於用半價買晒香港同中資最穩陣嘅12隻高息龍頭，安全邊際極高，而且因為只有12隻，管理費超低，得0%，15%，每年派息2次，適合好懶嘅收息投資者。復位一樣有，集中度極高，前5大已經佔70%，如果內銀同中石油出事，就完蛋。第二，佢唔會有科技股，因為科技股息率低，所以長期跑輸大市嘅機會大。講咗咁多，究竟點揀？以下係我個人嘅最新部署同建議，純粹個人意見，唔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果你係保守型，想穩定收息，唔想睇價嘅阿叔阿姨，我建議主力買3100，恒生高息30， 3110全球高息，比例6:4或者7:3。3100提供中國高息曝光，3110對沖單一市場風險，平均息率7厘，估值合理，持股穩定，長線收息最安心。如果你係進取型，相信中國經濟會復甦，想賺價賺息雙贏，我建議主力買3115高息龍頭，9171高息成長，比例6:4，而家兩隻平均息率超過5厘。P 得5倍，係真正嘅半價買優質資產，只要捱得過未來1-2年，有機會連本帶息大賺。如果你好貪息，唔介意長期橫行甚至慢慢蝕價，只想每年有錢落袋，我會建議3030，因為佢息率永遠最高，派息又密，但記住要分住，定額投入，唔好一次過all in。至於我自己，而家我嘅高息 ETF 倉，6成放3100， 3成放3115， 1成放3110，全部都係過去半年喺22蚊至25蚊之間分批吸納3030嘅，我完全冇碰，因為我覺得高息陷阱太多。未來如果恒指再跌穿2萬點，我會加3115同9171，如果美股調整，我會加3110。最後總結3個最重要嘅避坑守則：第一，永遠唔好追高買高息 ETF， 見到息率低於6厘就忍手，寧願等跌多啲。第二，永遠分批買，唔好一次過搏底，用定額平均成本法最穩陣。第三，買高息 ETF 嘅目的永遠係長線收息，唔係短線炒波，持有多過5年先有複利效應。好啦。今日同大家傾咗超過9500字，講晒恒生高息 ETF 家族嘅優點缺點，同埋我嘅最新部署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開鈴稱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